波豆新歌发烧榜。OK， 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波豆联播榜，波豆新歌发烧榜。大年的礼拜五，拢在你家准时陪伴大家来听歌，放上咧上届新、上届流行的音乐资讯。当然啦，除了讲大年节人报以外呢，当然我们要邀请到呢非常跟我们就大心的朋友，或者是龟头白头章啊，裤底破一空啊，应该你好。大家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你今日做寿星的留点口德。我跟你讲，你上好是唔通去套牢我的这个会头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何必去所有听众朋友请注意，大人的今仔日生日。这小无嘅，你安尼讲我无感觉较快乐啊，对不？好啦。今天要来棒棒，尤其在这一天呢，是这个鄙人生日，好，当然要更好的去报一个生日发烧榜，生日蛋糕发烧榜。好啦，对第五名开始报起哈，你特别拢嘛对第五名啊，对第五名讲第五名。哦。生世世注定的情缘，这是华语，够变台语咯，是，真厉害哦。这首歌曲来好好来放上一下啦，这是一空的歌声，101，吼，若要签牌，今日听到一空紧急签，喂，无黑白甲人打，对啦，唔通啦，吼，较咱讲句啊嘛，唔通怪我。来，这是101甲大卫 David。所合唱的《今世情缘》，收录在这个101上新专辑叫做《缘分天注定》。这嘛是喜多唱片的这个年度强力新作，男女对唱。喜多唱片呢，在台语歌单嘛，东西一间这个蛮新的唱片公司。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创意。譬如讲，叫做一朵，这个古年的时阵呢，帮我们的拜权美魔女丁国玲。丁姐姐，就出唱片，对不？吼，奇怪，我来老吹喏。喂，手抛红豆，你莫黑白乱讲。我知影看到你咧唱，我就知影你咧唱啥。我咧想讲打抛猪肉。你是咧巴肚枵？好啦，但是今晚这一空101呢推出过今年雄心专辑，也真的是很好听啦。而且这一首男女对唱情歌真的不错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支持。是，这是礼拜第5名。第4名。气动灰。跟气龟啊，有上面无共款的。我没讲，这样是侮辱前辈。来戏啊，这是王建杰大哥。我跟你讲啦，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当前辈。你要看到建杰哥呢，你要把他当做奶油小生，他会很开心哦。但是已经这是奶油小生，抽拢几年啊？冻龄了，伊的面拢无变，是啊，太恐怖了吧？这长太帅了，而且歌。加久以来，拢也阁是真好听。对，而且这个摆深度嘛，都会愈深咯。这气动会是咧唱一个福原游子的心声。第二咱台湾有这个赤桐乡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的赤桐乡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个那边算是海线嘛。讲回拢海高腔啊！这个气动会呢是咧唱讲咱所有的出歌拍拼的囡仔，总是爱有这个回乡的一天嘛，对不？中的一寡酸甘苦涩，我也自己去体会啦。所以昨天我跟你讲哦，亲像我较咧外口，不是咧台北，是最艰苦的，有的时阵拢会想得出来。是的。第3名。这首歌曲是这礼拜第3名，第3名是林良欢上新专辑《决心要爱》，决心要爱。这首歌曲是咧描写讲咱女人呢有当阵伫咧要爱时阵，为了爱情啊，也当飞蛾扑火。无顾一切这个危险性，无顾一切后果，伊就是家全身躯所有的
这里能够付出的都付出了啦，包括心理跟肉体嘛。我无参像你遐尼啊吼低级对吧？咱今摆咧讲的是就讲这个对方的那种情的付出，用情的付出，对不吼？决心要爱，付出一切，起手无回。人是讲起手无回大丈夫，但是永远啊拢是起手无回小女子，对不？刚有这句，我改编呢。林良欢呢这一次也展现了一个特别含蓄的唱法，有点悲情的唱法，真的很好听，听得出来。一进榜，就马上进入到我们第3名，希望大家都加支持。若是拢无困，就爱食啊闹闹，干嘛？有病讲过哦？你咧讲什么？无困你安怎？讲真是即马失眠人不哩啊济咯。你是要介绍歌？对，这首歌叫，不是咧讲失眠。对，这礼拜第2名是咧讲阿母的美丽跟哀愁。啊，证明应该是讲说阿母的美丽与哀愁啦。由秀慧姐，杨秀慧，真的是不得了秀慧姐出道也很久了，现在才当这个歌坛新人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她应该早点出来。歌声好听嘞，好听，有感情嘞，对不？最近这首歌曲询问度也真的是有够高的啦。而且这首歌也特别邀请到这个叶圣清老师来帮他操刀，而且帮他出唱片的人是白冰冰姐，圣公也贵人都对了哈。顶礼拜就已经摕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1名，这礼拜呢，这个还是在第2名，很高的名次哦。所以希望讲呢，大家当继续支持，无论讲是表演，或者讲综艺节目，或者唱歌的杨秀慧，对哦。阿母的美丽与哀愁第2名是这礼拜第2名哦。第1名。这礼拜第1名，恭喜我们便当妈妈谢怡君。收音权这首歌曲叫做《我会等待你》。我会等你，对，我会等待你。是，我说真的这首歌它的有一个背后一个故事。我们瞎瓜的老师是也哥哥得到一种罕见疾病，所以呢突然之间这弟兄降到跟只剩小朋友一样，无法度自己来照顾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好家在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妻子，很辛苦。对，所以这首歌曲 MV 你捌看过无？真感动人呢，就是咧讲这个故事啊，伊就一个做翁的甲鸡卵糕就参像讲这过生日嘛，是别人帮我传鸡卵糕，我踢伫家己裤底内面，某就甲骂就讲，你莫讲安尼啊，我已经跟你讲啊，你莫讲我闹天啊！结果因翁就用迄种囡仔人的迄种声音声调就讲我就讲，这是阮某爱食鸡卵糕，这是迄阮某食的。你看，看到这个 MV 真正目屎就要流落来，大咧我。这种食迄个裤底内底嘛有鸡卵糕，所以送互你食。你家老的回去食，谢谢。你拜托你唔好安尼那讲到这首歌曲真特别有感情，对无？谢怡君呢，伫咧草鹅遐比赛比赛到呾嘛，真正比出一支蛙兵来咯。叫做比出一支蛙兵。伊超鹅的超级偶像嘛。来讲，第一张的专辑就已经有真好的这个成绩。这是有故事的歌。对，有故事的歌嘛，希望讲大家会当这个用心用情的这个谢怡君，甲多多鼓励，对不？而且呢，伊还有一个真好的翁，叫做总随意，爱情总破塞。随意啊，对不？便当包落质量或者随意，无可能鸡排加一片，随意免钱。以后要去包迄免钱便当来吃。鸡腿减一块吧。这唔好，这最近的新闻叫人调侃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礼拜咱波多新歌发烧榜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，就咱波多联播榜才听得到波多新歌发烧榜。我们下周见 ，See you next week。谢谢阿英，谢谢。
手榜，快活呀，红不让。